忘記記憶係一種點樣嘅感覺？我想記住生活中每一個屬於你嘅時刻，一齊食過嘅每餐飯，一齊經歷嘅故事，一齊許下嘅約定。即使你已經唔喺度，但我仍然都好想話你聽，你係我生命中最特別嘅嗰一個。我瞓唔着，我好驚。我好驚夢見佢。聽講你呢度有令人失去記憶嘅藥，我想忘記佢。有人話忘記係一種救贖。我對我自己好失望。點解啊？點解可以被理解啊？點解一切都可以被理解？點解唔可以承認有啲嘢係無法接受㗎？